经典时刻，经典就是流行，经典时刻与你分享精彩的每一刻。好，今天经典时刻是个温馨的时间，所以我就用最原始的方式来做开场。好，今天呢这一段我很早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。如果你是很感性的人，请你准备一张卫生纸。我们要回到2013年，2013年距离2003年梅艳芳离开大家已经经过了10年的时间，所以呢，当时呢就张学友还有曾志伟呢发起了一个特别的活动，就是2013年梅艳芳10思念音乐会，中间都有一个顿号，梅艳芳10就是离开大家10年了，思念她，有音乐，然后后来大家聚会在一起，在香港的会展中心，当天来到台上演出的，不管是歌手也好，或者是好朋友也好，都带着这个缅怀的心情来说说他们对梅艳芳的感觉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位电影明星之一，就是钟楚红。钟楚红一上台就说，张学友找他的时候呢，他说我们在唱歌，我也不在跳舞。他说我又不会唱歌，又不会跳舞，我不知道我要来干嘛。但是张学友的一席话感动了他，他来说说你对梅艳芳的感觉。所以接下来我就不帮钟楚红多说了，我们把现场交给钟楚红，听听梅艳芳在钟楚红的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好朋友呢？来，经典时刻，听听钟楚红怎么说梅艳芳。有一日，學友打電話俾我，佢問我可唔可以出席一個紀念梅艷芳嘅音樂會。我話我又唔識唱歌，又唔識跳舞。咁我哋傾下，我就感動到佢對朋友嘅有情有義。佢話嗰個係梅艷芳嚟嘅喎，點解佢走咗咁耐都冇人做一啲嘢嚟紀念佢嘅？佢話我覺得我有呢個責任去做一場好好睇睇嘅音樂會俾佢，咁我就俾佢打動咗啦。我同梅艷芳識咗好耐，但係我哋唔係咁深交，直至到我知佢有病，我就主動去探佢。我哋多咗好多時間單獨相處。我哋傾咗好多偈，我哋傾關於 Leslie， 關於佢嘅病情，關於生活。Leslie 嘅離世對佢打擊好大，佢哋嘅關係就好似兄妹咁，大家好痛惜對方，又好似老夫老妻咁，打打鬧鬧，好快就好返啦。我唔止一次喺 Leslie 口中聽到佢好擔心阿妹，佢話佢擔心阿妹喺工作上面俾人呃，佢擔心阿妹喺情路上俾人蝦，佢擔心有一日阿妹如果唔唱歌唔演出，佢嘅生活會係點嘅呢？阿妹又講起佢嘅病情，佢話佢好痛，痛到嗰個程度係無法承受嘅痛。我同學友講起，學友話我識佢咁耐，佢都未同我講嗰個痛字。可想而知，阿妹係一個幾咁強嘅女人。喺佢咁病重嘅時候，佢好掛心佢嘅家人、佢嘅歌迷、佢嘅朋友。佢話如果有一日佢唔喺度，佢哋唔知會點呢？我喺度衷心咁祝福佢嘅朋友、佢嘅家人、佢嘅歌迷好好地咁生活。我要感謝阿妹，俾咗一段咁光輝嘅歷史我哋嘅
有情有義香港女兒，多謝你。哇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典时刻，感谢您的收看还有收听，不要忘记了，喜欢的话帮我们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，一个人帮我们分享3位好朋友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啦！最后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时光，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经典时刻再见。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喜乐，下次见。